成功大学老人病院兴建计划，伫107年4月得到行政院核定，有价投入45.9亿经费，以打造有强化社区、高龄整合照护专责病院，加入智慧医疗，将高龄医疗照护由病院延伸到社区。当台湾进入智慧医疗的新时代，成大医院老人医院除了以深化医病关系为核心要务，并将结合成大工学院、电资学院、规划设计学院、南部科学园区的丰沛量能，建构全新的健康照护生态系，以高龄者和家庭照顾者为中心，连结健康照护网络的不同节点，包括各级医疗机构、社会服务体系、健康资讯平台以及照护科技产业等等。透过共同协作的营运模式，以健康数据为基础，有效优化医护人员照护的痛点。最后，我们的目标是提升民众健康照护品质。上香，一鞠躬。成大老人病院22号举办盛大动土典礼，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出席活动。请动土，第一禅，开地平安，动土顺利。第二禅。第三禅，虚实永护，念须成功。今天的动土是我们对南台湾长辈医疗照顾的重要的里程碑。我们现场有许多其他医院的医界先进，也都一起来见证。相信大家在第一线都非常了解高龄照顾的需求。那么在不久的未来，2025年，台湾必须将迈进超高龄的社会，长到2050年，是政府重要而且是迫切的政策目标。那我也经常走访各县市，了解各地执行的进度。那在这里要感谢我们各界医界的朋友的协助，那么政府可以跟民间整合资源，从医疗端到居家点，打造出完整的长照体系。位伫咧台南市东风路甲林森路口的成大老人病院，有价伫咧114年年底完工。专院为地上12层、地下5层的建筑，提供门诊、急性病房、负压病房、安宁病房、精神科病房、日照中心、复健中心、手术房等，针对高龄者的医疗服务，为台湾建构出高龄照护新典范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